继续来看新北市的三重埔这火烧厝，发生伫半暝啊4点外，5楼公寓的上尾一楼，佮塌起哩窜出着火迹。警消赶到场，先救出着64个民众。若这个火是伫个半点钟来拍发，也毋过伫个疑似导火迄户人家下间仔内底，发现一个中年的太太，规身躯有15拍2度烧烫伤，送病院抢救，也是救无倒来，亡生了。 来喷火，来打火点哦。火有够严，这个警察人员拿布水线，同时摕公寓灭火器赶紧拍火。这烧啥物？较无半点钟，火就拍花去啊！警察人员入去找人，已经发现52岁负责人已经无气啊！救出来时，规身躯有15%、2度的烧烫伤，赶紧甲送去病院，不过依然是救无完。 透早4点外，新北市三重埔公和路5楼的公寓塌起的所在，一直出现共同的住户惊到，就来敲119，互相斗3工以外，警察人员顺利疏散64个民众。精神上有问题，房东已经不租他了，只是赶不走，有点纠纷，然后先生好像被关了，有一阵子没回来，我太太就是3不5时都回来闹。他上礼拜我们报警察，在走廊放鞭炮。 出面讲，这个负责人是毒品的列管人口，嘛是这个区域的问题人物，因为长期来拢无纳厝税，已经被断水断电，只不过是走回来是未到会发生意外。浴室它的门是塑胶门，预热它会很快就是被融化掉，它反而比木门的阻隔烟的效果差很多。因为可能有人放火，火调人员到现场去采集证据，导火原因，就要等鉴定报告出来才会知。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